貪財唔係錯，難睇先係問題。每個人都愛錢，冇咩好扮嘢。但貪財係要有分數。你可以追求收入，可以期待回報，但唔可以見錢眼開，令人難堪。真正成熟嘅人都知，賺錢可以努力，但唔可以令人厭惡。做人可以現實，但唔可以令人惡心。食相雅觀唔係演戲，而係識得俾人留餘地，亦都係俾自己保留尊嚴。錢係你應該爭嘅，但姿態係你要守嘅。貪財唔係錯，但係唔可以貪得太核突。呢個先係而家人必須注重嘅修養之一。錢呢樣嘢夠用就好。